如果你自己不幸患上癌症，你會揀咩治療呢？我會好斬釘截鐵。大家好，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啊，有錢嘛。但係如果我同你講，香港嘅醫療好落後，你係咪話我黐線呢？之前我去日本啦，訪問咗一位叫做加藤洋一博士，佢係免疫細胞治療嘅權威。其實喺日本同台灣，以至世界其他發達地方，早就推崇免疫細胞治療超過幾十年，副作用少，復發率低，價錢分分鐘仲平過新嘅標靶藥。點解香港咁少人知？亦有觀眾就話嘅，香港都有免疫細胞治療啦。我同你講，香港只有一種叫 CAR-T 嘅免疫細胞治療，而且只係針對血癌啫。最過分嘅係，每一年做嘅案例10隻手指都數得晒。喂，喺日本每年成千上萬案例喎，你話點搞？為咗拆解呢個治療癌症新出路，今日我請咗一位重量級嘉賓，佢係一位科學家，哈佛大學博士，全亞洲唯一一位華人擁有美國 AABB 認證嘅考官，佢叫 Dr. 梁，同大家一齊全面去分析一下。事不宜遲，一齊去。Dr. 梁，梁子君博士，你好阿 Sir， 大家好。Dr. 梁，多謝接受訪問。係，我係。Dr. 梁喺香港啊，你睇醫生啦，即係一定咧就叫你做傳統治療啦、化療啦、電療啊，或者係手術啦。OK， 今次咧我真係好想借用咧你呢個咧咁獨特啦，OK， 咁專業但係客觀嘅身份咧，因為你唔係醫生啊嘛，咁你唔係醫生，你自然就冇咁多規範嘅啦，咁你可以講多啲嘢啦，講真話喎。好啦，喺而家呢一刻啦，呢一刻為例 ，OK， 咁全個世界啦。先進地方，美國啊、歐洲啊、日本啊、台灣啊、澳洲啊、香港等等，治療癌症有幾多種方法咧？咁除咗有電療、化療啦，同埋做手術之外咧，大家有冇聽過有免疫治療啦，同埋免疫細胞治療嘅？咁免疫治療啦，大家一般都會聽過，譬如PD-1。或者 PD-L1 或者啲我哋叫單株抗體統稱咧叫生物製劑嘅方法咧，去令到身體加快佢變形癌細胞咧，進而進行呢個精準嘅殺傷嘅。咁另外啦，仲有一個啦，比較新少少嘅免疫細胞治療，亦都係免疫治療嘅其中一種。我就唔係俾一啲抗體俾你，我亦都唔係俾一個藥俾你，我真係俾一個活生生嘅細胞，而呢個細胞係嚟自你體內嘅一個免疫細胞，訓練好佢哋，再回輸翻俾個病人體內，喺極短嘅時間裏面咧，呢個細胞其實已經能夠精準咁認到呢個病人體內嘅一啲病原體嘅喎。呢個病原體可能係癌症啦，可能係啲異變嘅細胞，從而進行殺傷嘅。呢個就係比較新一啲嘅臨床治療手段去治療癌症嘅。而家譬如你有啲朋友仔不幸遇上癌症去睇醫生，醫生都叫你做傳統紗布啊嘛。喂，但係原來 DC 啊或者啲免疫細胞治療好好嘅喎，都唔用嘅，點解？OK， 其實有好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係好多病人都可以有癌症嘅時候咧，咁佢會去醫院啊，或者醫院去做。好啦，咁醫院我要俾藥俾呢個病人。一定要喺呢個醫院註冊登記咗嘅藥物名冊裏面，佢先可以 prescribe 呢個藥俾個病人。咁如果我根本冇呢個藥嘅話，咁我根本出唔到藥俾呢個病人啦。而醫院要用呢隻藥，一般嚟講咧，佢哋會比較謹慎啲嘅。咁咧佢哋會用一啲好 mild 你講到好 mild 啊，咁咧就會用一啲香港衛生署註冊嘅藥品。咁樣嘅，咁如果我哋講緊啲相對先進少少，仲係好後期嘅臨床研究階段，但可能其他國家已經用緊嘅，好活天嘅。一旦香港仲未註冊咧，佢哋都唔會將呢隻藥咧納去個醫院個藥物名冊裏面，咁醫生自然就處方唔到呢一隻藥啦，所以就會限制咗呢啲病人咧去接觸到呢啲所謂新型藥物嘅機會。喺我接觸咁多唔同領域嘅醫生啦，尤其是係腫瘤科醫生啦，其實佢哋唔係抗拒細胞治療，佢哋亦都係知道有 CAR-T 有 DC 呢個名。但係咧，對佢嘅認識咧唔係好深，對佢嘅臨床研究嘅成效唔係好了解，成個香港氣候嘅氣氛仲未形成啊嘛。香港咁多間大學裏面，真係針對呢啲我哋叫做轉化臨床細胞治療嘅教授，其實真係少之又少嘅。咁所以成個氣候又冇，咁政府相關嘅配套咧，又相對鄰國嘅即係其他地區，包括內地啊、日本啊，又比較慢嘅時候咧，當你形成唔到個力量，你醫生咁前線都唔了解，病人更加唔會知啦。
嘅時候，咁啊整體就比倫敦慢好多，就係咁解。但係佢哋真係唔係抗拒，佢哋只係冇呢個信息。所以點解我哋咁辛苦下，會用唔同嘅方法去推廣或者科普呢啲相對先進嘅臨床治療方案，但係俾你知道原來有好多選擇，臨床數據就係咁樣嘅。我哋可唔可以一齊組個力量，組個聯盟，一齊去打通呢個缺口，希望病人多一個選擇？其實你都係睇數據啫。傳統治療有講緊數據啦，係咪？而家呢啲新嘅治療其實都好多數據㗎，係啊，只係大家唔通啫。而家大家唔通，同埋咧要時間去沉澱嘅。一般同埋我要香港註冊到嘅產品咧，一般可能講夠超過10年以上，大家應該好成熟，全球各地啊已經有唔知上萬嘅人已經治療過，都好信心。譬如大國，譬如美國 FDA、歐洲嘅 EMA 已經註冊過啦。咁衛生署咁就大國都註冊咯，咁我就可以跟嚟做嘅。所以香港佢嗰個醫療制度咧係要去參考，比較好着重參考其他大國一啲衛生部門，譬如歐洲嘅 EMA 啊，咁講過啦嚇，或者澳洲嘅 TGA 啦，或者甚至而家國內嘅 NMPA 啲藥監局，佢批咗嘅話，佢就會加快佢嘅速度去審批。總之就唔好孭飛啦，係咪？講咁多嘢，我問你一個嚴肅問題啦。如果 touch wood 啦，OK， 你自己不幸患上癌症，你會揀咩治療咧？我會好斬釘截鐵。如果係血癌嘅，我會冇猶豫地，我選擇 CAR-T， 因為好成熟。如果係血癌以外實體癌，我一定係用 DC 樹突細胞為主，再配合 LAK 免疫細胞同埋幹細胞嘅外泌體，新生寶幫我治療呢個實體癌。嗱，但係咧啱啱講啦，免疫治療啦同免疫細胞治療啦，多細胞兩個字喎，係咩噱頭有啲咩分別嘅咧？嗱，其實免疫治療係一個大類，係一個統稱嚟嘅。有一啲係有細胞啦，有啲係冇細胞嘅。咁冇細胞咧，大家可能聽過我哋頭先講啦，PDL1啊，或者 PD1，或者我哋叫做生物製劑，純粹係俾一啲蛋白質。一個抗體嚟嘅，佢就會黐住啲癌細胞，幫助身體嘅免疫細胞去辨認得到，但係時效就比較短嘅，副作用都係比較大嘅咁樣樣。好啦，咁咧大家覺得咦，似乎嗰個療效唔係咁理想喎，咁開始慢慢我哋科學界或者醫學界咧，就慢慢發展喺免疫治療裏面發展另外一個分支叫免疫細胞治療，就係咧唔係純粹俾一個蛋白質、俾個抗體、俾個藥你咁簡單，我要喺你體內抽啲血液。血液裏面再抽啲免疫細胞出嚟，跟住我哋再培植。喺培植過程裏面咧，我已經激活咗呢個細胞㗎啦。佢已經係識得點樣去辨認同埋即時殺死呢個病人體內嘅癌細胞嘅。咁我再喺體外啊，再擴增好多倍，整一個精兵出嚟。咁跟住咧，我哋再回輸翻俾呢個病人體內，從而咧短時間之內呢啲咁嘅免疫細胞咧，我已經係訓練好㗎咯，即時就可以識別到體內嘅癌細胞咧，同埋可以精準殺死呢個病人體內嘅癌細胞，短時間裏邊咧可以得到康復嘅。而我亦都發覺咧，嗰個治療嘅效果咧，又比傳統嘅咧係較為理想，同埋咧復發嘅機會又相對比較低嘅。而呢個免疫細胞治療裏面咧，我有好多種嘅，可能有大家聽過，可能係 CAR-T 治療啦，可能有 DC 細胞治療、LAK、NK 等等嘅。咁唔同嘅細胞治療咧，就會針對唔同嘅病人同埋實際嘅情況咧，就會有唔同嘅選擇嘅。香港而家用緊乜嘢治療啊？嗱，香港咧目前有得2個CAR-T 嘅產品係註冊去治療特定嘅血癌，除此之外咧就冇啦。血癌即係淨係可以血癌嘅啫。淨係血癌，實體癌啦就冇㗎啦。實體癌咧暫時香港就未引入，我哋可以有啲方法咧係可以入口到一啲非註冊、國外仲係臨床研究嘅階段嘅產品，俾特定嘅病人用嘅。但係你個註冊就冇啦，所以亦都係呢個原因咧，因為你唔係註冊啊嘛，所以好多醫生啊或者醫院咧未必會願意用呢一樣嘢。之前我講免疫細胞治療啦，咁啲網友話：香港都有啦，免疫治療咁樣，佢就睇少咗細胞兩個字啦，佢覺得係一樣嘢嚟嘅。咁頭先你講啦，免疫製劑啊 ，PD1 啊同 PDL1 呢啲咧，咁呢啲係其實都算係藥物嚟㗎，係嘛？係啦，冇錯。雖然佢係蛋白質組成，同大家理解嘅傳統藥物可能 Panadol、可能咳藥水呢啲傳統化學分子組成嘅好唔一樣，但係咧喺廣義嚟講咧，佢都係能夠調控我哋身體嘅功能，所以咧都係叫做藥物嘅話，我哋統稱叫做藥劑製品。
通常藥物我喺我角度一定有副作用㗎啦，咁佢都唔例外係咪？一定會有嘅。我哋注射好多呢個生物製劑咧，就容易會有敏感嘅。而敏感基本上好多人都會有㗎啦。呢個可能會生瘡啊，或者呢度會有紅疹啊、紅腫痛等等，總係會有發燒啊等等嘅。頭先講過我哋嘅免疫製劑啊呢類型嘅嘢咧，效果好似唔係咁理想，就分咗個支出嚟就叫做免疫細胞治療。咁傳統有啲乜嘢唔係咁好，或者乜嘢不足地方，更加要研發免疫細胞治療嘅咧？主要咧係短效。傳統嘅生物製劑啊，或者我哋嘅傳統嘅免疫治療方法，個時效係比較短嘅，你只能夠短時間去幫助身體嘅免疫系統去識別同埋殺死體內嘅癌細胞。但係咧，身體嘅癌細胞佢有好多層嘅，你可能淨係殺到面嗰層，底嗰層咧，當你殺唔死嘅時候咧，佢短時間佢又可以繼續生翻出嚟嘅喎。咁所以呢個效果其實比較短嘅，亦都係呢個原因。而同時間啊，傳統嘅生物製劑咧，佢都係缺乏去訓練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令到佢識得建立一個我哋嘅長期嘅免疫記憶。在佢翻嚟嘅時候咧，我哋自己能夠殺死佢咧。呢個就係成個免疫細胞治療誕生嘅原因嚟嘅。如果病人根本嘅體質可能體質好弱嘅，咁調唔到喎，咁真係冇用。冇錯，所以咧，就算用呢個傳統嘅生物製劑啊，或者免疫治療方法咧，其實佢嘅局限性都幾大嘅。我哋身邊有好多病人啦，亦都係試過好多次，其實係 work 嘅啊，或者可能短暫係 work，跟住又反彈嘅喎。咁所以咧，佢時候係又好又唔好嘅，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我哋咧成個醫學界亦都係不如我哋嘗試去建立一個新嘅臨床嘅治療手段。咁呢個治療手段咧就係免疫細胞治療啦。OK。台灣咧，我成日聽到咧一啲叫 CAR-T 嘅嘢啦。OK，可唔可以講下咩叫 CAR-T？嗱，CAR-T 咧其實係一個基因改造嘅 T 細胞嚟嘅。我哋自己嘅係啦，我哋自己嘅就係我喺你體內啦抽取 T 細胞出嚟，跟住去到一個實驗室，我哋做基因改造。嗱，咩嘢叫基因改造咧？就類似你喺超市裏面買一個基因改造嘅番茄，我俾一個特定嘅基因俾你，然後呢個番茄咧可能遲啲先成熟嘅，或者有多啲營養，或者可以防蟲嘅，一樣相對係原理喎。基因改造就係基因改造，令到佢能夠表達一個蛋白質，能夠認到佢體內嘅癌細胞上面一個特定嘅表面抗原，跟住啦，佢適應咯。我就將呢個 T 細胞將佢擴增10萬倍、100萬倍咯。培植睇個培植大概20零日到啦，再回輸翻俾呢個病人體內。咁你可以想象啦，當我回輸嘅嗰刻，你體內已經有一大隊精英，荷槍實彈，同埋佢好清楚知道自己係認到邊個癌細胞。佢只要注射咗喺體內，遊走幾圈，揾到你呢個特定嘅癌細胞，我就能夠進行個人化嘅精準殺傷。所以成日我哋話免疫細胞治療咧，其實好多時咧就係變成一個個人化嘅治療手段。我哋都講過啦，CAR-T 就治療血癌啦，咁就有其他嘅方法嘅。咁啊，但係我哋其實好多癌症，即係譬如最攞命嘅就係肝癌啊、大腸癌啊、肺癌呢啲咁嘅㗎嘛。咁嗰啲就用咩方法嚟整咧？咁啊 CAR-T 啦，咁就傳統以來都係治療特定種類嘅血癌嘅。好啦，咁但係如果係實體癌，譬如啱啱你 Sam 你有講到啦，啲消化道嘅疾病啦，譬如胃癌啊、口腔癌啊、大腸癌啊、結腸癌啊，或者好難醫嘅胰腺癌啊，或者香港頭號癌症殺手肺癌或者肝癌嘅，咁你點醫咧？一般我哋就會用 CAR-T 以外嘅細胞治療，包括 DC 細胞治療咧，進行呢個治療嘅。而 DC 細胞治療咧，其實中文咧叫做樹突細胞嚇，咁咧中英文叫 dendritic cell。咁其實佢係一個希臘文嚟嘅 dendrite 就好似樹咁樣咧，就係呢種細胞好特別嘅。我哋身體有好多種唔同嘅免疫細胞，咁啲細胞咧就好多突觸出嚟，我哋叫 projection，好似樹咁樣嘅。咁我做咗無時無刻咧，就會去摸骨咁樣，摸身體每一粒嘅細胞。如果我摸到，咦呢個唔係自己有嚟嘅喎。如果你係變異嘅細胞，你個樣係岩岩巉巉啦，多咗一啲唔應該傳到嘅嘢，或者少咗啲你應該有嘅嘢啦。你病毒嘅樣又唔同嘅係嘛？嘅時候咧，咁呢個 D 細胞咧，佢就會好聰明嘅，佢就好似 James Bond 咁樣咧，佢就會好似情報專員，我揾到呢個樣啊，呢個細胞怪怪地，唔係自己有喎，咁佢就會將呢個信息咧就帶翻去我哋嘅淋巴系統裏面，帶完之後咧就會去教我哋身體嘅免疫細胞，亦都大家成日都聽到個 T 細胞，係咪教佢？喂，我身體咧有一個壞人喎，唔係自己有嚟嘅，有危險。
咁然之後咧就話俾呢一個 T 細胞教佢嗱，你變形。呢個癌細胞個樣係咁樣嘅，正方形，咁咧戴頂帽嘅，戴個頭箍，戴眼鏡，個樣衰衰㗎啦，認住呢個樣嚇。然之後咧，再俾個指令佢，嗱，你而家同我去揾佢，再殺死佢。所以 DC 細胞係一個好重要協調嘅角色，唔單止係收集情報啦，帶到去淋巴系統裡面，亦都係教識去訓練我哋嘅 T 細胞，教官嚟嘅，教埋你，仲要最後俾個指令，你去啦，你去殺死佢。哦，佢要落埋指令先。落埋指令嘅，如果冇呢個指令咧，你好似一個緝毒犬咁樣，我就算我俾你聞到呢啲嘢，呢個犯人嘅味，但係咧你冇警察嘅指令咧，佢係唔會喐嘅。你話高，咁佢先會高嘅。咁咧 DC 細胞咧，樹突細胞咧，就係俾埋呢個高嘅指令，認住呢個人咧，去將佢殺死。好啦，咁亦都係因為我係教曉你體內嘅 T 細胞進行殺傷喎，係嘛？咁所以咧，佢就會通過呢個過程產生我啱啱所講嘅傳統治療方法缺乏嘅長期嘅免疫記憶啦。我哋全係一個講法啦，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啦。我就唔係用啲方法俾條魚你，我就教你點樣去捉魚。咁將來你肚餓啦，你咪只係捉條魚咯。所以成個 DC 嘅治療方法其實好自然嘅，就係其實你身體係有能力可以識別同埋殺死呢個癌細胞，不過癌細胞嘅生長速度比你快好多倍，此消彼長，掠奪晒你身體嘅資源，咁又咪虛弱咯。跟住再擴散咯，就咁解啫嘛。咁所以換言之，調翻轉喎，如果我有辦法攞你身體嘅免疫細胞，再體外擴增好多倍喎，跟住再教曉埋佢，跟住再激活埋佢，再回輸翻呢個病人嘅體內，咁呢個病人瞬間咪有大量嘅精兵咯。咁呢個精兵本身又而家可以上戰場去劈友噶咯喎。咁嘅時候，嗰個戰役咧就會唔同咗啦。此消彼長，只要有一個 moment 啊，你嘅免疫細胞嘅數量能夠超越你體內嘅癌細胞，能夠控制到個病情嘅話咧，你身體自然就有呢個能力去殺死其餘嘅癌細胞，亦都係呢個原因。佢能夠避免將來嘅復發，因為咧傳統嘅治療方法，如果我講緊復發率咧，大概有60%到85%嘅。但係治療方法要睇你邊一類喎。如果 DC 嘅治療方法咧，其實佢嘅治療嘅效果可以達到80%。5年內我哋接觸嘅病人咧，或者我哋睇文獻啦，其實嗰個翻發嘅機會其實非常之低，亦都係佢嘅優勢。點解其他國家歐美啊，就算國內啊，日本、台灣佢哋咁推崇細胞治療，包括 DC 樹突細胞治療嘅原因係因為我係教曉你身體去辨識呢個癌細胞，將來再翻嚟嘅時候已經唔使怕，我已經識啦嘛，下次我就自己嚟應付。甚至你可能唔覺得有事㗎，身體自然好似感冒咁樣就消滅餘下翻發嘅癌細胞。即係我哋而家 CAR-T 咧，就係將我啲都係我哋細胞抽出嚟，但係咧就去教識佢認咗個癌細胞。期間裡面咧就做咗啲手腳啦，激活佢啦，跟住就基因改造咗佢啦，就回輸翻去身體。咁咧，因為佢淨係識得認一樣嘢嘅啫，認到啦，打完之後咧，咁個細胞都會死㗎嘛，死完之後就冇㗎咯喎。咁如果一個唔小心有幾粒癌細胞，仲係潛藏喺某個位置，等呢啲 CAR-T 死晒，佢走翻出嚟，咁咪又翻白㗎咯。正確，CAR-T 有兩個好出名嘅副作用嘅。第一個我哋叫做細胞因子風暴，英文叫 CRS 啦。第二個咧叫做腦神經毒素細胞因子風暴，叫 ICANS 啊。其實都係同細胞因子風暴相關嘅。嗱 T 細胞咧，佢係一個精兵，佢天生淨係做一樣嘢，見到病原體癌細胞就打㗎啦，即係唔同你客氣嘅，亦都唔同你打招呼，見到面就一巴車埋去嗰啲嚟嘅。所以咧，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 ，T 細胞咧，當佢見到敵人啊唔順眼嘅時候咧，佢就會釋放大量嘅信號去身體嘅淋巴系統啊裏面咧，再 call 埋，喂，呢度有個癌細胞，快啲過嚟一齊嚼佢啦咁樣樣。而呢個信息啊，佢會極短時間、極高劑量釋放出嚟，就會有極大量嘅淋巴細胞、免疫細胞就會集中喺某一個區域裏面。而呢啲細胞去到呢一個位啫，又會再釋放一大堆嘅信號出嚟。咁嘅時候就會再 call 一大堆嘅免疫細胞喺度。好啦，最後去到某一個位咧。如果免疫細胞系統啊，免疫系統佢認為哇，點解會有咁多免疫細胞嘅？咁應該呢一個器官、呢一個組織，我哋叫 Beyond Repair，冇得救㗎啦。咁就會啟動另外一個 program death，即係程序凋亡。原來
你都冇得救㗎啦，不如你去死啦，就可能就放棄咗呢一個組織，咁就衰竭啦，就衰竭㗎啦。所以就免疫系統，佢去到某一個巴黎，佢覺得唔夠嘅咧，佢就唔會再花資源去救㗎啦，佢寧願救其他救得到嘅，係嘛？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喺做細胞治療啊，尤其是 CAR-T 嘅時候，我哋臨床嘅醫生啊，一定要監測住呢個細胞嘅因子風暴，尤其是針對神經啊，會唔會產生極大嘅毒素？如果有嘅話，我要用大量嘅消炎藥去調一調。如果我任由佢不斷咁發炎嘅話咧，去到某一個臨界點咧，免疫系統就會放棄呢個組織，由得佢㗎啦。但係 DC 就唔同啦。DC 就係真係你教識咗成個免疫系統，佢就有少少似我哋中醫嗰啲咩扶正啊，或者其實癌症有啲人講係代謝嘅病啦、免疫嘅問題啦，因為免疫系統唔識認佢啲癌細胞嘛，食唔到佢係咪？咁但係而家我哋教識翻我哋嘅免疫系統，可以去將來幾耐都好，佢都仲係識得認到呢隻癌細胞嘅，所以佢翻發機率就會低啲啦。正確，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我哋由細到大就要打疫苗針啦。其實 DC 咧，而家好多人攞嚟做疫苗，其實原理一樣。點解你要打疫苗咧？我先滅活咗一個病原體，可能係細菌，可能係病毒啦。然之後咧，我就注射翻喺肌肉度打針喎。當我打去肌肉嘅時候咧，我哋 DC 細胞其實周圍走嘅，佢一定會掃描到，咦？點解無啦啦有個唔係我身體應該存在嘅病原體喺我肌肉呢一個位嗰度？佢就會自己進行體內天生嘅一個免疫反應嘅建立嘅過程嘅，辨認到佢啦，佢會將呢個病原體咧吸收喺 DC 樹突細胞體內。佢會處理下佢，將佢剪碎啊，將佢呈遞喺啊，將佢表達喺嗰個樹突細胞個細胞膜上面嘅。好啦，咁即係換言之，呢個樹突細胞已經戴咗個頭箍喺個頭嗰度，佢係有住某一個特定病原個樣嘅，咁佢就會衝入去個淋巴結嗰度，話俾淋巴系統嘅 T 細胞，喂，我體內揾到呢個咁樣衰衰岩岩慘慘嘅病原體喎，你快啲辨認佢。我教識完佢之後，再俾個指令激活埋佢。嗱，我而家俾指令你，你嗱嗱聲去周身走，去揾呢個病原體進行消滅。好啦，第一下呢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已經啟動咗身體自己建立免疫力嘅能力啦。呢個機制一旦激活咗之後，佢身體就會開始產生抗體。而免疫力咧，可能要打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我哋打科興啊，打第二三次。當佢再重見到咦點解又係呢條友嘅個樣又係咁嘅時候咧，佢就會令到佢極短時間生產大量嘅抗體出嚟。到嗰陣時咧，又會產生更加長期嘅免疫記憶，就係利用 DC 本身天生佢 intrinsic 一個建立呢個免疫力嘅能力。不過我今次俾你嘅唔係一個疫苗，我做嘅係俾一個精兵，俾一個已經係訓練好嘅 DC 細胞俾你。而呢個係你自己細胞嚟嘅，你自己細胞就冇咗疫苗裡面可能你其他嘢對治，正確，其他嘢落去嘅內容。冇錯啦，因為係你自己細胞啊嘛，我俾翻俾你，其實理論上你身體完全兼容嘅。咁你兼容嘅時候咧，佢就好容易可以識別到體內嘅癌細胞，捕捉佢嘅碎片，呈遞喺 DC 細胞嘅上面，再去淋巴系統教識我哋嘅 T 細胞，從而咧建立免疫記憶。呢個就係 DC 細胞喺成個免疫細胞治療裏面咧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嘅。喂，講咁耐咧，我都有少少唔係好明。嗱，CAR-T 同埋呢個 DC 有冇一個簡單嘅比喻可以話俾我哋知，佢哋係咩分別咧？可以嘅。嗱，CAR-T 就好似你一次性咁樣請一隊僱傭兵，請一隊外援嚟幫你殺死嗰啲癌細胞，一次性佢哋接完 job 咧就走噶啦。好啦，咁如果係 DC 咧就唔一樣，你請一隊教官去入翻落你嘅身體裏面，教識你身體嘅免疫細胞 T 細胞，令到佢自己識得去辨識呢啲癌細胞，然之後咧再殺死啲癌細胞嘅。係嗱。可能啲病人身體裏面免疫細胞全部都係老弱殘兵嚟嘅，你教都冇用㗎。咁你幾多教官對啲老弱殘兵都係搞唔掂嘅喎？唔會淨係用佢嘅，就會用多兩類嘅細胞。一類細胞我哋叫做 LAK 免疫細胞治療，另外一個咧我哋叫做幹細胞分泌嘅 exosome， 或者中文叫外泌體。咁啊呢三樣嘢即係 DC 樹突細胞啦，再加 LAK 嘅免疫細胞啦，同埋加
幹細胞嘅外泌體 A、B、C 三個，呢個就係我哋業界我哋而家講叫做新三寶嘅方法。所以咧呢個病人咧，佢唔單止可以相對無痛咁樣治療癌細胞之餘，亦都好快咧可以復原嘅。即係 CAR-T 就係一班僱傭兵嚟到曬完地冇嘢做走，但係咧你嘅 DC 即係新三寶啦，就有 DC 就俾啲教官你。跟住同一時間咧，都會培植埋免疫細胞，打完仗之後，再加埋外泌體去做一個修復。而嗰啲軍隊咧係繼續留守嘅，所以咧即使有啲餘黨走出嚟，都繼續可以殺翻佢。正確。好多患癌症嘅人咧，最關心嘅核心問題就係咧復發率嘅問題。即係話今日你好似醫好咗，之後又會唔會再翻發咧？咁個個都好驚呢樣嘢。咁喺 DC 呢樣嘢啦，免疫細胞治療啦，甚至乎傳統嘅治療，佢哋咩分別咧？針對復發嘅話咧，咁當然啦，唔同期數、唔同嘅腫瘤咧，嗰個復發嗰個幅度都唔一樣嘅。但係我哋總括啲嚟講啊，利用傳統方法治療癌症咧，個復發率咧達到60到85% 嘅。但係調翻轉喎，如果我係以 DC 啦，如果我 DC 樹突細胞為主嘅免疫細胞治療方法咧，嗰個復發率咧其實係唔夠20%嘅。其實換言之，80%咧，其實我係醫得好嘅。如果講緊頭3期啊、1、2、3期嘅病人咧，我80%係醫得好。好啦，咁如果4A 啦，你要開始擴散到周邊嘅淋巴組織咯。利用 DC 嘅治療嘅成功率達到30%。如果我哋再去到4B 啦，即係傳統治療方法根本上醫唔到，得返半年命嘅。好啦，淨係用呢個DC 樹突細胞為主嘅臨床治療方法咧，我哋嗰個完全康復率咧係達到8%嘅。嗱，你好似睇喎，好少好少喎。嗱，都睇喎，呢8%嘅病人已經係傳統治療方法 4B 啦喎，擴散到周圍都係瘋狂擴散，已經係冇辦法治療噶啦。我單用 DC 細胞治療，我能夠做到完全好翻，即係5年內冇復發。我哋學術個名我哋醫學有個 term 就叫做 complete response， 即係完全緩解，即係完全好翻咯。譬如你一粒5厘米嘅腫瘤啦，縮到冇，血液檢測啲 biomarker 啲標誌物咧，全部都靚靚仔仔嘅8%。好啦，如果我退一步咯，我叫 partial response， 即係部分緩解。5厘米嘅腫瘤咧，我縮到1到3 cm， 係咪 ？OK， 咁咧我哋 partial response 叫 PR 咯，達到20%，單用細胞治療 ，DC 4B 病人喎。好啦，如果我係講緊再下一步咯，講緊叫 stable disease， 就係咧都仲係維持3到5 cm 嘅腫瘤，亦都冇 progress 到，即係都冇惡化到。呢類病人係40%嘅嗱，而我哋醫學界做臨床研究就會有一個 term 叫 DCR， 就係叫 disease control rate， 即係我能夠控制到病情嘅能力，就包含咗令到佢穩定啦，即係 stable disease 喎，有部分緩解 partial response PR， 同埋完全緩解 complete response CR， 接近70% for 呢啲5到半年命。4B 單用呢個樹突細胞傳統治療方法無效嘅病人，傳統治療係放棄嘅，而係用新嘅免疫細胞治療咧，就可以去到70%。係啦，控制到個病情，控制病情去70%咗。咁你講呢個數據咧，我就覺得清晰好多啦。係啊，如果唔係就諗住8%就代表晒所有嘢啦。咁如果唔係就冇錯。OK。台灣都好勁嗰啲免疫細胞治療，好多醫院用緊啦，好多醫生都會好接受呢樣嘢啦，好多 lab 啦，有好多醫院去揾你做顧問啦，開啲 lab 嚟到去做免疫細胞治療嘅生產啦。喂，佢哋係咪真係而家係亞洲領先嘅？其實日本咧喺我哋嘅認知裏面咧係走得更加前嘅，譬如 DC 細胞嘅生產嘅工藝其實都係由日本研發，然之後再由日本傳入去台灣嘅，所以日本已經係走得非常之前。我之前咧，其實咧，我上年咧訪問咗一位叫加藤洋一醫生啦，同你一樣咧，科學家啦。咁佢係真係專係做 DC 嘅治療嘅。而家台灣用緊 DC 嗰套技術咧，係佢帶佢去嘅。即係我哋呢啲喺接觸 DC 或者免疫細胞界別咧，其實佢係一個巨頭嚟嘅，一個大粒佬嚟嘅。因為佢出咗好多份好有影響力嘅醫學文獻。
咁咧其實佢基本上係先驅，佢做咗30幾年 DC 細胞治療㗎啦，所以佢個生產工啦，佢本身又係醫生又係科學家啦，所以佢係結合研發同埋臨床經驗嘅一個好特別嘅人嚟嘅，亦都係將呢個技術咧傳入咗去台灣。所以而家其實台灣用緊你啱啱講啱嘅，佢係用緊佢初代嘅技術嚟嘅。雖然初代技術唔好睇小差，初代已經係幫咗好多人。咁而家喺加藤洋一佢喺佢文獻裏面啦，我哋知道佢已經進化到2.0、3.0，更少嘅血液啊，更少嘅原材料啦，可以製造更高效、更高劑量嘅細胞，可以幫到更加多嘅病人。我舉個例喎，傳統我哋做 DC 細胞治療咧，咁你要抽血噶嘛，咁呢個原材料就係血嚟噶嘛，咁我哋要用一部機，類似洗腎機咁樣嘅，即係加藤醫生嘅之前嗰代嘅技術，初代嘅技術係啦，初代咁啊，亦真係用部機去洗腎咁樣啦，放喺你隔離，一支針啊插喺你一條血管啦，咁啊另外一支針啊插喺你另外一條血管裏邊，啲血液流出嚟嘅時候咧，通過呢一部機就會分離血液裏面咧我特定嘅單核細胞。包含咧呢個 DC 細胞出嚟嘅，跟住咧，其餘我唔要嗰啲血漿啊、血細胞啊、紅血球啊，就會入翻你嘅體內。咁呢個過程咧，我諗都要個零2粒鐘啦咁嘅樣。咁其實帶俾病人都有唔少嘅痛苦嘅。好啦，咁但係當我哋去到呢個生產工藝升級版，或者加藤洋一醫生2.0、3.0咧，我已經唔需要用一個咁繁複嘅程序，因為始終都有風險喎，又入又出喎。我直接就抽你60毫升嘅血，60毫升好少要，好少喎60毫升啦。你平時去紅十字會抽佢都300毫升啦，你抽個60毫升出嚟，抽一抽，平時你驗血可能差唔多量㗎咋，驗一驗跟住已經可以做到同樣嘅效果，而個細胞嘅活性係更加高嘅。咁所以嗰個技術更加成熟，但係俾病人嘅痛苦係更加少，所以整體 DC 樹突細胞嘅發展咧係一日千里嘅。好多網友問咧，喂，免疫細胞治療咧好鬼貴喎，CAR-T 一針過百萬。OK，DC 都係要可能要過百萬嘅喎。DC 嚟講咧，通常就係打一個療程，一個療程咧，一般啊，如果我哋睇文獻啦，一個療程可能3個月啦，睇下你咩病，睇下你咩期數啦，咩癌就大概3個月啦。咁然之後每隔2個禮拜打一針，咁3個月就打6針。如果6針嘅話成嗰個市面上個價格大概係50-60萬嘅啫。咁如果講緊你係頭1、2期癌症嘅話咧，打一個療程。2個療程就已經可以達到痊愈㗎啦。即係期數越大，你打嘅療程就越多啦。係啦，所以喺早期去做，咁就會相對平好多啦。係啦，咁當然啦，等陣會講咁我做翻傳統治療係咪平啲咧？又唔一定㗎喎。好多標靶藥佢一出市面嘅時候，講緊50-60萬一針，仲要打好幾針㗎喎，仲要係咁打㗎喎，閒閒地都係過百萬㗎喎，仲有復發機會。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稱一稱邊個選擇最理想啦。喂，咁你講 DC 咁勁啊？喂，佢有咩限制同有咩副作用咧 ？DC 佢對於治療血癌就冇CAR-T咁理想，因為佢主要都係通過淋巴系統治療一啲實體器官嘅癌症嘅。咁除咗治療血癌有局限之外咧，如果你身體嘅免疫系統比較弱嘅意思係講，如果你身體嘅白血球嘅數量係真係已經好低啦，末期嘅話咧，我抽取唔到足夠白血球，我就冇辦法培植。我就用唔到呢個DC 細胞治療啦。咁呢個就係佢嘅局限啦。因為你嘅系統你嘅免疫系統已經係 shut down 啦。你 shut down 嘅話，我攞你免疫細胞，基本上我能夠將佢嘅體外繁殖嘅能力咧，都好有局限啊。咁所以咧，呢啲嘅嗰個臨床嘅治療效果咧，就會打折啦。我嗰次咧就訪問咗個加藤洋一醫生啦。OK，咁佢訪問期間咧，我就原來佢都會做化療喎，或者電療呢個過程，但可能佢只會做頭1-2次，因為佢嘅意思大就話啦，就因為開頭咧做啲傳統治療咧，頭1-2次咧係效果好明顯嘅，但係再做落去咧就會好嚴重傷害到免疫系統，咁所以咧佢咧就會混合先，唔係全部人，佢話有啲病人咧佢就會做一個先做1-2次傳統治療，之後先至會用你所講嘅新三寶啦、DC 啦、LAK 啦，或者係加埋 exosome 啦，咁樣去做嘅。你點睇呢樣嘢？喺現有嘅臨床醫學證據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嘅。如果喺個病人咧病發初期，用傳統嘅方法電療、化療去控制病情，如果頭1-2次咧，其實對個病人嘅身體咧個影響其實相對輕微嘅。但如果持續做嘅話咧，對身體嘅負荷就非常之大㗎啦。咁所以咧，只會喺頭1-2輪啦，我哋用傳統嘅方法電療、化療啦控制個病情，跟住咧就會進行細胞治療，咁咧就會大大咁樣提升個治療效果。亦都係因為咁樣咧，注射細胞俾呢個病人嘅時候咧，因為個病情已經受控啦嘛，亦都可以提升呢個免疫細胞去殺死體內癌細胞嘅效能嘅，亦都可以大大縮短個療程，打少幾針嘅。
喂，但係真係咧，一針過百萬嘅 CAR-T 免疫細胞治療咧，真係幾貴嘅喎。嗱係，喂，啲貴喺邊度咧？我哋叫做GMP 啦，或者我哋叫做良好生產規範。咁譬如啦，如果我哋要維持呢一個環境嘅潔淨度咯，咁啊有溫度，我哋一般只能夠容許佢，譬如係18到25度，唔可以超㗎。濕度又要維持喺唔超過65%，壓力差又起碼要有10個 Pascal 嘅環境底下。淨係呢個冷氣製冷風櫃嘅系統已經上千萬，亦都係極耗電。仲有我一開動咗嗰個冷氣系統控制環境參數嘅時候，我24小時就不能夠停㗎啦。你唔可以話新年我初一可唔可以停一停？冇㗎，一定要繼續開。所以點解淨係電費啊、製冷啊、控濕啊個成本已經係咁高就咁解啦。人機密法環，人嗰下咧，除咗你話人要着衫之外咧。基本上人嘅質素緊要啊嘛，所以佢請親嘅要做嘅嘢嘅人質素要高，即係可能要請你呢啲啦，大學生啦，入得嚟做實驗室都要經過嚴格嘅訓練嘅，着衫都要考試嘅喎。如果你求其着咧，我要用一啲碟咧去印一印你嘅身嘅，睇下印唔印到菌出嚟。如果你求其着你周圍揩嘅，唔乾淨嘅，因為你皮膚攞菌嘅嘛。你又掂到皮膚嘅外面唔乾淨嘅話咧，又 fail 嚟嘅。一 fail 咧，我哋就永不錄用㗎啦。所以入永不錄用係㗎，入咗之後你俾你手個即係錯生乾淨啊，係啊。咁我覺得啱嘅，因為你喺細胞培植裏面，其實你只要有一粒菌，你已經係就出事。打入身體裏面之後咧，就可能已經出事啦。因為之前我提過啦，佢係 AABB 嘅考官嚟嘅，咁所以咧佢對實驗室裏面嘅要求啊，所有嘅設備啊，什麼嘢咧，佢一定係最清楚嘅。另外一樣就係價錢嗰度都係一個機會平嘅呢啲，一定會有 CAR-T 會遲啲就會被取代㗎啦。同清華同北大嘅，我哋已經唔再體外擴增 CAR-T，我哋係體內 CAR-T 叫做。CAR-T 係基因改造啊嘛，要體外啊嘛，好簡單。我就將基因改造嘅嗰個基因，就好似我打Pfizer疫苗，我將呢個基因，我就將佢注射落體內。我淨係注射基因，我唔注射細胞喎。呢個基因就會入到去我叫靶向遞送，精準遞送喺身體某一類嘅 T 細胞，令到佢自己生成呢個疫苗嘅盔甲咁樣。係啦，咁我就唔需要睇，只要我唔係體外擴增，體內擴增，我淨係要俾個 DNA 俾你，就好似打疫苗咁低成本，可能講緊幾千蚊港紙嘅啫。所以 CAR-T 好快會被取代，我估5年啦到10年咧，慢慢就飛歐。因為我訪問你嘅原因啦，咁啊做咗好多 research 啦，跟住我同事咧。咁啱去咗買保險喎，咁打去保險公司問啦，跟住咧佢就答一句：喂，你哋嘅醫療保險咧包唔包呢個免疫細胞治療㗎？跟住嗰間公司話包咁樣，跟住我同事識嘢喎，佢話包唔包 DC 呢樣嘢㗎嘛 ？DC 我哋冇 DC 喎，呢個得 CAR-T 嘅啫咁樣。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啦，即係成日我都話點解香港啲資訊咧咁封閉啊，或者係喺免疫細胞治療咁落後咧？原來連保險公司啲咁專業嘅人去到醫療級數。講緊佢哋好清楚香港醫療體系啦，已經係佢都唔知有呢樣嘢喎。就算係去到醫療界又好，好多我接觸嘅醫生或者醫療團隊，或者啱啱所提到保險界別啦，佢哋有幾大嘅信息差嘅喺我哋大學裏邊啦，或者一啲研究機構，一啲最新嘅治療方法，需要一啲人咧去將佢落地，跟住再配合埋政府嘅一啲嘅法規去扶持咧，咁先會創造咗一個生態系統出嚟。今日講咁多先，咁希望喺艱難嘅時間咧，大家都可以多一個出路。今日多謝Dr. Leung。嗱，睇完呢段訪問啦，我諗大家一定仲會有好多問題。喂，我屋企人啱唔啱做啊？保險包唔包啊？收費點樣啊？呢啲問題我已經揾咗一個專家幫大家解答。嗱，之前呢一條片咧，我去咗日本啦，訪問咗一位免疫細胞治療嘅先驅權威，叫加藤洋一醫生。你可以上網搜尋加藤洋一醫生，佢背景同聯絡方法好易就會揾到。佢團隊仲會提供免費癌症諮詢服務。如果佢收你錢，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希望今日呢條片幫到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下次再見，拜拜。